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5年12月初9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1篇，以赛亚书41章14节到20节，罗马书15章14节到2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良善的品格。以赛亚先知称以色列人做虫，就好像亲像洗礼约翰称犹太人做毒蛇的种类同款。因为呢，因离开上帝的真道，违背上帝的诫命，无有迄个良善的品格。虽然安尼，上帝犹原差遣伊的仆人先知来预言伊的拯救甲救恩。以赛亚书41章14节到20节，你这个那虫的以色列人，毋免惊。上主讲，我要帮助你。你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你看，我要互你摄五国的器具，是新过来有气的器具。你要甲大山打甲碎碎，互小山变做那粗坑。你要甲因互风来吹散，狂风甲因扫走，总是恁会因为上主来欢喜，会用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做夸耀。散食困苦的人找水，找拢无，因会挠喉打喙水止渴。迄时我主会听因的祈祷。我以色列的上帝绝对袂放杀因。我要伫臭干的山顶开江河，互山谷涌出水泉。我要互沙漠变成做水池，互大沙的地变成做泉源。我要伫旷野种碧香树、金合欢树、中青树、橄榄树。我们要伫风波栽种成树、杉仔树、红杨树，互伊变成做树林，安尼人民看到就会明白，这是我上主的作为，因会体会、会了解，这是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的创造。上帝要陪伴伊的救恩，互世上所有愿意接受的人，愿意跟对上帝来行好的人。保罗伫写互罗马教会的培训的中间，罗马书15章14节到21节，甲罗马教会基督徒安尼讲：我兄弟啊，我家己确信恁非常的良善。充满逐款的智慧，搁会晓得互相靠靠。毋过我好那写这张批互恁，甲恁提醒几点。因为上帝有赐我特别的恩典，通伫外邦人的中间服侍基督耶稣，做祭司宣讲上帝的福音，通互外邦人成做神圣所圣化。上帝接纳的祭物，所以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，我看服侍上帝最阳光。我毋敢讲别项代志，只有讲一项，就是基督通过我的语言甲行为，用神也技术的能力，甲上帝的神的开力，互外邦顺服上帝，所以对耶路撒冷周围一直到伫以列古地区，我逐所在去宣扬基督的福音。我决意无要伫因已经听到基督的名的所在传福音，则袂伫别人的地基顶悬起厝，照圣经所记载。捌听见伊的代志的人会看见，捌听见伊的人会明白。基督徒蒙召来得救，并毋是为了名声，乃是为了家己有将来有好的生命品质，有优良的品格。
来互人得到利益，来荣耀上帝的圣名，来得到永生。诗篇21篇，上主啊，王会因为你互伊的快乐欢喜，会因为你互伊的胜利非常快乐。伊的心意爱的，你已经互伊；伊的嘴所求的，你拢有应答。因为你用大福气在迎接伊，用纯金的王冠戴伫伊的头壳。伊对你求活命，你有互伊，互伊的血寿长长久久。一直因为你互伊胜利得到大阳光，你将尊贵威严赐互伊，你互伊有大福气到永远，互伊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。因为王倚靠上主，因为至关上帝的慈爱，伊的王位永远稳固。王的手会抓着一切的对敌，伊的正手会抓着所有怨恨伊的人。伊一个出现会亲像炎热的火炉，甲伊烧灭。上主啊，你一个出现要伫大受气中甲因吞落去，要用火甲因烧灭。因的子孙会对地上受造灭，因的后代会对人的中间来消失。因要用阴谋陷害王，毋过因的计谋袂成功。你要互因活转身逃走，要开弓射因。上主啊，起来显示你的快乐，我要吟诗称赞你的大权能。我求主爱上帝帮助阮来分切、来学习、来谦卑，并且想使阮一个做好的心，正做上帝听的出口来成就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